幻覺，可以好快樂，但感覺虛無縹緲，其實感覺是旅遊，愚蠢的經驗。我正在睇小旅遊日本的狂妄，其實走馬看花多麼愚蠢，就像一個傻仔在看着智能手機，多麼愚笨，只是旅遊的幻想。我正在睇小那些看手機、智能手機的匆忙來客，我卻在胡思亂想。智能手機嘥我嘅時間，完全冇準備，就像旅遊日本黃家駒抵死。花的旅程是否太過誇張？